哎，你知道伯谦是谁吧？哈，我发现你只要再多问一次会变 B， 相不相信？不要再问了，好不好？坚定哦，坚定。好，来看下正確嘅答案係。伊底下写出一間出娘家的，他還不要那個地頭。对啊，你那個地頭不要啊？地头好就多的啦。夢想都用不到咧，用心哦。用中吹就能发挥，太厉害了。光是拼食材，哎，就赢甚至很多了，你看看有沒有羨慕啦？哦，连汉勇，你還幫爸爸媽媽哦，窮家夠交辦呢，又窮他寵夠呢。啊，我媽有走音嗎？不是他比较好。哦，他回答了我的回答。媽咪，你們撞到東西是黑媽咪哦。你有求救的時候都媽媽。哎，媽咪，哎，媽咪動魔玩呢。難關千軍萬馬駕。難關廚房做下。師傅，你看你有做對嗎？哦，很不賴哦。你两张流本太夸张了，還不錯吧？尤其剛那個哦，你手工藝達人呢。我同你講哦，要激發14年嘛嘛。能管千軍萬馬，可以管千軍萬馬，就我是大將軍哦。唔係，都做下地圖是冇咁簡單。就算講你做管一個幾個兵養，哎，大將軍，沒不一定做得了，做下的事情處理好。該口訣哦。給大家猜一個笑話，如果我是沙，請問這叫做，嘿，沙琪瑪，謝謝。哎，笑一下，笑一下，那邊有笑呢，有笑呢。我沒想到會有這件事情。好啦，我今天的代表哦，就兩組的來賓哦，都是能管千軍萬馬之外，哎呦，他們這個組合哦，都是一等讚。沒錯沒錯，故說呢，你今日又有口福味啊。係啊。先來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第一呢來分享到你阿謝玲師傅。大家好，阿謝玲，牛逼廚師您好。謝玲姐好。咋個呢？放在到就是今天的這個才華洋溢的香瓜主人哦，林俊傑林師傅。觀眾朋友大家好。你自己刻的啊？對啊。哎，很厲害耶！誰叫你破梗的？我剛才做了很久的特效。觀眾朋友他刻的，哪是我帶來的？好啦，三類呢來分享到你風吹潛水站咯。風吹潛水站呢係來自於新北新莊嘅阿姨老村嘅鄉下來分享到惠喜以及桂英。歡迎！歡迎！有冇安醬哦？哎呀，什麼啊？他們家都有那個會笑的眼睛哎。哎，又用哦。好，稍後來看一下，把欠倆嘴係來自推北台灣嘅，呢條係醫生啊，郭碧和、黃麗麗。哎呀，有見面咧！大家好，大家好。麗麗姐送來有來過啊。送白好高哈。动好高，這一次有什麼目標？大家好玩就好，主要是我們的追隨我們的明珠過來的。哇，謝謝麗麗姐，她來上我們節目之後，佢就做養生的啊。係咯，做就練下就講哎呦，哎呦，一家之主哦，動好款用先。對啊。先來看一看風吹兩位漂亮的小姐帶來的係乜嘅呢？娘惹糕6成半，你成不懂貼片咧，因為兩啥都係印尼嘅華僑係冇？嘿，哦，來阿楊嘅花來到台灣幾多年了呀30多年了，30個，30個嫁過來，30個，嫁過來。哦，因為惠喜姐呢，佢本身都沙期有做自工，一般要煮本5色兩三年。啊，懂你了。對，真的哈，這個呢是他好朋友才能夠吃的。哎，好好吃哦，它有個椰香味是嗎？對，哎，好吃啊。你按到白蘭係嗎？嘿，白蘭。秋黑哦。啊，板蘭椰，哎，印尼咩當到客家人哈？我電影就係印尼嘅客家人啊，啊，那印尼的客家話到台灣嚟動相強呢？差唔多。都真嘅，中西煙人呢。啊，聽說有一位是主持人，係嗎？哎，自己 Q 的。真的很可愛。謝謝。等一下，好好不你兩沙都表現一下。哦，懂嘅。好，然後睇講，咱隨今日咪帶來非常電影寫嘅東西哦。哇，哎，你按到乜解？油甜油蒜的呱呱，簡稱可愛小呱呱。可愛小呱呱，你覺得可愛嗎？哎，超可愛呢，看到會臉紅呢。這種容易走了。好好吃切切的走，有放蜂蜜，放大蒜，放糖，放醋，
一点点盐先抓腌抓一抓，哦，哎，你看热天的时节了，冻好冻好些，哎哎，丽丽姐上白来国际后，你还带小阿姨穷下来哈。哎，而且听说小阿姨哦，哎呦，我们直接猜看她几岁，来从20开始猜。 25， 87啦，哇！爬阿里山呢比我爬的还快。哎呀，怎么保持？让运动，然后爱吃，运动跟吃就可以做到了。三番，规律。有规律啊，然后他就没有自律。对啊，我都凌晨2点睡。不过台尬哈，可以从食果子的后哈，我们要来先暖身一下哦。冇唔錯，用睇下有色咧甜咩，咩有色啊用當開皮嘅，撒下來先來暖身來進行挑戰咯。用錢來挑戰，有關考驗用最對食材嘅認識，還有對客家文化嘅了解，唔但唱愛動腦筋，還愛比反應。 兩片變素養，想來萬人較厲害，請出擊嘅比賽馬上就要開始咯！哦，向前來挑戰。看到我哋民主黨哦，有隻8宮格，當個哦，單車目標中嘅題目，嘅後背有可能係題目，沒有可能係任務。等一下，恁等來答題，好不好？剪刀石頭布，還沒，先決定誰先誰後，啊，輪流答題，只要答對或者是挑戰成功，是走在第2分的哦。冇唔錯，可是呢，該管底度啊，哈，我們單槍嘅參賽者挑戰哦，你一定要兩組啊，總共答對嘅題數，就等於講總樸實做得對啊，前輩先給到紅色彩哦。古總，黑講你們聯手起來，就是決定就是打少一點，那他們就只能，比如說你就答對一題，他就只能選一樣食材，要變出菜。我們目前還沒有都沒答對的，對，還是有得吃的狀態，希望不要跌破眼鏡哦。OK，好，給聽一下風水爛水哪吒先來剪刀石頭布，又係來了，好，爛水，看到哪吒。哎，你知道伯謙誰吧？哈，誰？帥哥，帥哥啊！為什麼要這樣？麗麗姐又卡住了，沒有我但是蠻厲害。我選哪吒呢？選來。選伯謙的最愛。我的最愛就是你。來來來。我猜榴蓮。你看應該注意好哎，但是這個是1.2名的。鮑魚。哈貢嗎？題實作題。好，來講一下人哋咧，最派出嘅推表都有1分半當中哦，要8號生米下鍋，就算過關咧，唔過你要注意哦，下鍋嘅身體要完整哦。好。其實咧講真嘅冇咁簡單，總共9生秒要80米下鍋。平均係9秒要8隻。那待會我們計時開始之後，我們就幫忙他數，好不好？好好好。1、2。應該都簡單啊，哈。冇簡單哦，簡單哦，而且是為了伯謙的最愛來的嘛，哈。沒有，他是為他剛才前面就說為了看我來的。好啊好啊，好啊。再見。好啦，等一下會加油哦，哎，你係強處哦，我們一起的哦，好不好？準備好嗎？好，好，3、2、1，搶開始。我幫他數哈。2、3、4。你緊去數。 6。好，你加走紅了喲。有，跟上去哦。8、9，加油。10，要再加上，要再加油，要再加油。最少會加咯。要夠加油哦，穩穩的來。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其實因為我們買的蝦很新鮮，所以很好剝。哎，就大家來炒蝦仁好不好？哎呀，蝦仁炒蛋好了。我可以啊。寸30秒呢。哎，伯謙最愛，如果輸的話，你這輩子就不要再吃蝦。哎呀，我就要改題目，現在是剝榴蓮，用手剝。你說從殼開始。加油加油加油！還沒，我們先不要算，不要算就往前走，全部給他剝完都好。我們工作人員讓你拱砍起啊！往前走，繼續，不要停留，不要停留，加油加油，不要插到一隻哦。這隻一定要把完。4、3，韓國，再來1，熄電燈。應該有。哇！好，各位師傅都算一下，計算一下。好，超過了啦。好，來，1、2、3、4、5、6、7、8、9、10、11、12。這個有殼啦，但是不管怎樣都有這個。有一點點，但是沒差，因為還是贏的。因為我們最少只要10隻是走的狗怪。
还是有可能，这扣完没差，还是有10支。有啦，刚刚好哎。嘟嘟好，恭喜！恭喜！來，攬水第頭一分。恭喜！好，好，上下來問風吹下一題，我愛炎炎夏日董學先。好確。定嗎？哎好，可能係嘛反轉嗎？哎呀，有可能看下題目係乜嘅。哎呦，古早味嘅爸布，佢唔會用鐵，黏鹽係乜嘅？第一個係到濃度嘅澱粉啊，嗬。第二個係用凝固劑，第三個係它到糖到幾度啊？B。確定。凝固劑，你係一個有做過嗎？印尼的把布也不容易融化嘛，對不問題對？是印尼有把布嗎？印尼，你知道把布是什麼嗎？我知道，我這樣子。那你會模仿那個聲音嗎？把布，不要被他牽動。出黑哈。A，你怎麼換答案？你講完把布再換答案。哎，被你影響了。那我再問一下，你換 C 會不會？有可能哦。你們覺得 A、B、C 哪一張？ C，確定？好，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係 A 添加甜粉，因為甜粉啊不容易讓它去生成冰晶，主要呢還有增加它綿密這種 Q 彈的口感嘅黑愛用的哦。原來黑暗呢？那這樣我們算有得分嗎？哎，很明顯不算吧因？為我們剛才 A 也有選過啊。出黑啊，民主共對。對，我們剛剛有選過 A。有選呢不。過要學到就係水重有啦，對咩？啦。好，唔怕答對。食物也需要冬眠。好，看一下哪家食物要冬眠。遲遲嘅庫里哦，買上皮膚卡，我本期先都變成低度冬眠嘅黏鹽，係乜嘅？A 做的釋放出甜分 ，B 做的分果肉很較扎實 ，C 係殼跟果肉比較容易分開。应该是果肉分开。莉莉姐，你覺得答案？猜我覺得是 A 啦。你覺得是 A？好，那你要聽小阿姨也係聽小阿姨好了。好，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係。我發現你只要再多問一次會變 B，相信不信？不要再問了，好不好？堅定哦。堅定。好，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係。伊蓮下寫車已經出2家了，他還不要那個地頭。对啊，你那個地頭不要啊？地頭好就多的啦。莉莉姐，你覺得答案？猜我覺得是 A 啦。你覺得是 A？好，那你要聽小阿姨也係聽小阿姨好了。好，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係 A 釋放甜味。莉莉姐剛才差幾點是錯了哦。其實中國的水果土也安用心，因為它是在春天準備發芽，而冬天呢可以儲藏它的甜分，讓它覺得自己有生命的危機感。所以將栗子表到變成地北毒，就是模擬天氣凍重這種冬天的低溫，就可以讓栗子更加的香甜，去把它的糖分儲存起來。原來黑暗呢？好，問風水強先生。他這個頭好重重。看一下題目係乜嘅？呀哈 A、B、C 哦，那個時間裡頭呢對身體最好。A 係運動之前 ，B 係睡夢之前 ，C 係紅蟲過後。C， C 紅葱之後，有原因嗎？睡夢烘起來洗頭面後吃早餐的時候。可是他這裡沒有寫吃早餐。哦，那就是 A，就是 A。好，我發現你只要再多問一次會變 B，相信不信？不要再問了，好不好？不會，我們 A 堅定 A，堅定哦。堅定。好，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係 C 紅葱之後。啲主要是係因為有這個頭呢，我對身體來講，啲動中也會保氣，因為它裡面有這個寡糖的成分。在運動的話是日後選為下好，跟地北蛋白質啊，可以讓你流失的水分還有蛋白質，促進肌肉的修復跟生長。哇，學習了。不過紅隊，你現在不用緊張，我們也只有落後1分而已，要緊張的是他們。因為你係摸紅水才有。我最後痛。我們不過是輸1分沒有差，我們一樣有辦法追回來哈。大家現在實力相當。對，撒下來攬腿。蔬果，這個蔬果也壞壞。好，來看一下。好。買那個有惡魔果實嘅名誒，A 係芭樂，B 係馬鈴薯，C 係
榴莲。哎呦，动哦。你最爱吃哪一个？榴莲。你最爱吃榴莲，那你还说它恶魔？榴莲准备提告。因为比较贵啊。嗯，又蛮严峻。它长得就比较坏啊。按秋，按秋。哦，按秋。基隆沙共同的想法就是榴莲，到底正确的答案是 B 马铃薯。什么马呢？係因為兩種講法哦，早期喺歐洲哦，只要聖經冇寫到嘅、冇記載到嘅果實，就按到惡魔的果實。誒，拄好咧，馬鈴薯冇寫到，所以大家好普遍就知道講，它就是惡魔的果實啦。聽一種嘅講法就係因為佢僅僅上到凍結咧，所以惡魔的樣子。哎，帥氣的果實。哇，哎，今天很難。對啊，我恭喜他，榴蓮可以上到凍結耶。哇，哎，這今天師傅最多就會現場用的啦。這兩個還有機會，對不對？哦，對，好，剩最多就是4個。好，三個都係。風吹姜，姜還是老的辣，所以沒問題的。好，我看看。哎呦，實作題。拍出一個台北哦，都30ml底度，然後要漏姜嘛，用那個皮啊，哈，用銅紙，然後給完全嘅去除就做得過關。對我們2位來說，我們提個姜嘛，我們特別選比較小的。阿姆公黑30ml哦，只能夠1位，想要嗎？撒了粥嘞。阿姨，姜是老的了，阿哎，你這能講？那是撥錢來銷。哎呀，等一下有痛期要用刮的，好，把它盡量去皮，而且我們最後要總得看到該裸皮啊，就是當做一個判斷標準。好，嫩皮可以嗎？嫩皮、細皮、嫩肉，走對了，走對了。可以嗎？好，春皮就不會。你可以看。繼續搶開始。還是，好，很好，很好。繼續動中指哦。很順，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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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害怕。嘿。順順的哦，等下時間夠久的啊。10秒勾一的哦。可以。好，兩邊很難，轉彎處啊。要用力。可以，可以。好，我們現在開始精修。加油，加油，加油！精修要加錢呢。9、8、可以，可以加油！等一下，上嘞。3、2、1，時間還沒到啊！哎，姐，媽，我們交給師傅了。來。做對啦，我覺得最難的轉彎處，一就走頭啊，有點動。要標準啊，對你怪要標準啊，要標準，因為師傅也要顧到自己。對，要標準啊。哎，幹嘛motion吹的？哎，這樣模式吹哦，要走得啦，標準上都還用。走得。謝謝，恭喜！恭喜！很少看到我們雪玲姐的這麼仁慈哈。好，咱嘴搶寫這。那就下面青菜之最蔬菜界之最，蔬菜之最就是最營養，最營養。好，是不是這個意思？好，我們來看乜嘅意思。哪一種搶出嘅膳食纖維最高呢 ？A 係芹菜 ，B 係拍苦瓜 ，C 係呀怪西。芹菜。膳食纖維，有一首歌也是有寫到芹菜。來，預備備，起。芹菜也是耶，紅綠菜、高菜。好了，謝謝。那這個裡面可以給一些答案的線索嗎？有哦。哎呦，有那芹菜。沒有，因為我不知道答案。我不知道答案。那他只是在打自己的歌啦。哦，該出芹菜咯。芹菜。好，他們還是堅持初衷。到底正確嘅答案係 C 怪西。剛才大家哦異口同聲的講到芹菜哦，電到係倆3加地肥度膳食纖維最大嘅，強濃度係100公克來講哈，紫蘇有8.8公克，拍苦瓜有2.8，芹菜是有1.4公克甜。紫蘇較多係嘛？係哦，主要係講嘅膳食纖維啦。哎，師傅真的要加油嘞！係啊。好啦，最關鍵一題問風吹了哈，好，直接看用來泡蘿蔔嘞 A， 那個根須較多的纖維比較少 ；B， 葉尾較長的營養較多 ；C， 表皮有細細的裂縫，代表水分較多。哪一個？應該是 A， 有裂縫的水分較多。你覺得要聽敵對的，還是堅持自己？3，我是 A，他是 A，那你是
我是 C，好，那你们剪刀石打一下。打一下。A，听阿姨的 A。好，来看一下，确定哈？口改答案嘿。C， 哎呦，该下蓝水闭合节育奖，对不对？该下就讲到 A 哦，它是因为根须多，还有 B 的这个叶子长，都会造成它的水分跟营养的流失。哎，而且叶子太长，它也代表说，就是因为下楼嘛，所以呛不一块卡豆。你买的直接给我们刮压的呀，对哎，所以哇，今天平手哎，你有发现有人在笑吗？各答对一题耶，你们真的有串通好要来整师傅。那这样子，我先恭喜啦哈，风吹南吹个个得到1分，恭喜！来，我们看看师傅用红色彩啊，哎呀，有色彩啊，受不了，哎，你点到他笑穴了。不是因为，哦，这是甚至其实应该不是大宋啦，应该就还有梁红2盘哦，不是选2盘。应该就见俩后嘞。只能选2个，你要选香菇。对啊， OK，它就拿来一只种嘞。该不会也是菇吧？不要，不会，他不会选菇。我选这个，哎呦，是做什么？我知道了，虾松。不知道。我先讲哦，如果待会我们看到的是美生菜炒香菇，我会走人，就是直接。那你这集费用不能拿哦。我主持一半呢。好，变发鸭。哦，对不对？师傅上菜了。哇，哎，白台嘞有史以来看到本中午时最台挑战，可以说是7年以来哎呀第一排看到食材只有2样啊，这个是送你的吗？这个是送这个怎么可以给？只能2个哎。有什么我就尽量拿雪玲姐扛落去了，她自己赞助的。哎呀，小豆芽啊，你管。还是刚才跑的，刚才跑的。那你谢谢我们蓝队红队姐姐。对啊，今不今呢就用用种个食材呢，然后最后大概5味鲍鱼，哎呦， 5味鲍鱼，哪里有鲍鱼你只有2个味道哎。就用俩做鲍鱼啊。哦，有用菇来做爆，嘿，配料呢，就大概姜麻啦、蒜头啊，还有辣椒味。那首先先捞两个香菇，帮佢个地头，帮佢修下来，两个地头就會幫佢熬湯嘛做得啦，先殺幫佢放上來，杀厉害，而且要多破。對，幫佢燙一下，啊。做6糟就好。伊底下写车已经寸2家了，他还不要那个地头，對啊，你那个地头不要這啊？地頭好就多的啦。都用沙皮嘞。地头妹就是粥像干贝一样吗？冇相關，就用啲叔叔嚟就好了。哇，兩片呢，電下幫佢切一下咧。这个要切到条，兩個就幫佢切到揪揪啊，幫佢做擺盤就做對了。哦，做写上哎。嘿。你竟然还有东西可以做摆盘？哦，这个也多的啦。你刚刚是不是局菜打算出来？就算 CU 姐踢你没走得走。我边想啊，你们猜题目啊就边想，我怎么一改？传堂店过一出车很多炸空气耶。啊，跟一个起买东西。就是我突然想到这件事，就我那一天有点了炸空气，但它没有上。你被骗了吧？对啊，就我刚才想说，我有点这，那你有付钱吗？没有上哎。你有付钱。好，鸦片呢？好，那就来做那个酱料嘞。好，酱料呢，我们就用那个小碟子做的嘞。还做得做酱哦。做的啦。好，还有个蒜头。是做类似像蚝油酱吗？其实我就做那个比较轻的酱。哦。从那个有个水果醋啊，等一下帮你不用送去。哦。帮你切一下嘞，就是一输的一个辣椒味。那个蒜头还有辣椒味，如果有是那个香菜啊，还有个芥菜啊，冇做的都就帮你不用下去嘛做的。两片呢，我就来放几个做的不用下去的酱料嘞。你怎么又多这个？你刚才不是只有2个东西可以？没有，这都是现酱料，这都是现成的。济州大夫准备。哦，现成的就可以。现成的做的啦。另外呢，捞一束的一个水果醋。如果说你家里有小朋友啊，懂好是那个番茄酱，嘛做的捞那个番茄酱都抵度。好，那我觉得大概5味酱该味道味型的话，就是酸甜香，然后有点带一点那种味道或辣味也可以。好，就做的捞一个香油。他自己要做5味酱，对，5味酱，人生5味，比例就看几个，看这个6几个做，还有一点这种醋也会捞，
不加也都没关系，因为我有加的是这个那个水果醋，好，水果醋自。然的蒜呢。对，好，一点酥酥的糖，那做对。很难得看到雪玲姐这么安静。哎呀，冇事情好做啊，冇想到用骨头来用hin哦，用中吹就能发挥，太厉害了。光是拼食材，哎，就赢甚至很多，你看看，有没有羡慕啦？哦，连还有。来帮爸爸妈妈穷家够交办呢，就穷他宠够呢。啊，我妈要走音吗？爸比较好。哦，他回答了我的回答。点酥酥的糖，那做对。很难得看到雪玲姐这么安静。哎呀，冇事情好做啊。买啦，这好了，这叫就好啊，叫种手好嘞哦，哈。差不多。哦，这个酱呢，应该是都东后是做点老大概水饺嘛，做点。哦，酸酸啊，甜甜嘛，好，做点捞起。水果醋、香油、可以捞起来。酸条、辣椒味。那看你的香菇唔是加得有油哦。是。好，阿用本去好挤下水，因为香菇呢本身该水分较多，好，所以我就把它挤干净之后呢，本给阿用摊开来，好，在里面的画刀，阿用卡冲大概鲍鱼的形状。真的哎，其实按用切就有像，好，然后呢做点老大概牙签，外片雾雾哎。本给阿用变转来。哦，阿用又强呢。这个花小钱做大菜哦。对啊，尤其是月底的时候啊。对。好，然后把它穿起来。欢迎了真金董胸鲍鱼。嘿，尤其切过格纹之后更像菱格纹。好，那等它呢，爱用红呢，我会把它加到锅子里面下去，差不多煎个差不多1分钟啊，不去擦擦啊。哦，香味才会出来，因为两个就用两个水，不去通过，通过呢，水分只有低度，伊个味道就会较淡一些嘞，然后会帮佢切一下。要来喽！不用想了。鸡毛黑没？你不是要把它弄？有了啦，有了，一样哎，嘿哦。好，哎呀，所以已经听我呛皮来长，那来煎，嘿，煎工具后摸好呛，这样子比较好定型。好，帮你剪一下。其实懂得该宰炊啊，像那个香菇啊、杏鲍菇啊，或是其他一些食材，其实就是边都懂得种该东西。像那个杏鲍菇这里做干贝啊、鲍鱼啊，那么做的，哎呀，后告了。就如果再放一点起司，有没有？哦，都给当狗狗来炙烧一下。他只有2项的权利，他没选到起司。对。哦，还有最后的。好，我们看可以看。5味鲍鱼。安用就好食喽。请到本师傅给种茶。哇，他值得水台的奖项，这就梁红写吹。对，因为呢，它基本上呢，它没有改变它的样子。对，虽然看切狗具好而已。它的味道看看会不会让我们觉得哦太惊艳了。嘿，要呛出来蹦点穷下去。素的鲍鱼，素鲍鱼，开起来了，好，来。如何？好鲜哦，真的，刚好些刚好。非常的 juicy 呢，把那个酱汁 keep 落去。它的口感变得很较 Q 哈，嘿没。冇想到用骨头来用hin哦，用中吹就能发挥，太厉害了。其实主要就是因为了5味酱，不应该用过它那种鲍鱼的那种鲜味。碧和姐做牛板呢？好些，有好多哦。来地方是素食哦，素食的，他是素食小天王哎。哦，这样啊，素食好，同時呢，佢唔會牙齒。好，頭前呢風吹個南水哦，個得到1分。馬上呢最杯米罐要拿出兩個笨蛋，好好來表一下咯。做下練功夫，清冰狀嘅料理 PK 來了。兩嘴愛到寒天嘅時間地度，完成一出清沙皮嘅素魯菜。新來萬人做嘅料理，本人是都會前面呢。實實準備好嘢嘅快嘢，依家自主準備好愛上菜了。好，
来到要最杯米一关的哈，两水呢，看讲到我们客家嘅什么嘢，一定就最杯做料理，跟以前啊所以他们四位呢其实是火花很浓厚都哎。做得干千军万马，哈，光是拼食材，就赢甚至很多，你看看有没有羡慕啦？哦，年还有。先来看一下风吹带来嘅料理菜苗都嘛嘅咧，黑白交响曲，哎呦，做嘛多黑白交响曲咧。即係我爸爸留下來嘅、傳下來嘅。豬血加豆腐、老人細子都好食，哦，他们的黑豆腐，可是亚酸係印尼嘅料理嗎？唔係客家人嘅料理。真嘅，就係哎，哦，我很好奇耶。好，所以呢，最杯米館老太講一下，有信心嗎？有，加油哦！来看一下咱嘴里阿片，带来个菜名按到嘛盖？客家切菜蚵仔煎，哎呦，加切菜蚵仔煎，台湾人最好食嘅蚵仔煎哦，对不对？福隆人是有蚵仔煎，嘿啊可是客家人冇啊，嘿啊，用嘛用？客家切菜蚵仔煎。哎呦，自创版本对不对？韩国俩系国该不看好小朋友最好学口味，最每一关有信心吗？有有，加油哦！加油！加油！最杯米館馬上嚟倒算， 3、2、1，搶開始，開始了哦！哇，我冇試過營業誒，其實我都好去講。就巴厘島啊，沒有，我不是那種浪漫。你沒有去過巴厘島？沒有，我去過淡水巴黎。你要去有榴蓮的地方。淡水巴黎。好啊，我看一下客家梅落台灣要冇強壯冇。原來只有用煎呢，究竟有冇有3層肉都嘅啊？我表面，安用紅好，照燒是不是？嗯，安用將切的包將好看。哦，你今天是很餓吼？哎，你用啲呀？你是用顧甜甜啊唔拿哦。嗯，不過你講係你爸爸給時間傳本的料理嗎？嘿，對啊，所以有很多小時候的回憶咯。對，啊，你兩沙都係到大埔客家同鄉會，嘿，哦，這邊做嘛個不就變顆啦？我要先冰起來。辣椒要冰。保色嗎？給它。才會硬。係啦，叫人比開發，浸水比開發，哦，浸水比開發。啊，廚房會動醬誒。哎呦，係該切睇，眼睇條唔係該地又切睇啦，哦，做嘛嘅邊有切條？因為個較垃圾啊。呀，廚房咧，你拿起來，嚇，你兩頭，你兩頭你槍，下槍，嗯，你較垃圾，你等下冇切睇，會個手掀動態。真型哦。哎，面一下就同好了哈。係，該唔是同人。哎，先燙一下。這個是雞蛋面嗎？豆菜面，哦，豆菜面，可以用頭做。很好吃。真型哦。豆菜面，它的面條跟我們的那個一般的意面不一樣。哦，哎，你這個慧喜姐姐哦，睇我們平常時會做料理本，10啥色哦？還好。係都沙幾啲度嗎？教會高灰，按多年就按多年煮剩來。菜、愛餐，擺6個時節了，禮拜天哦。就係禮拜天擺年，拜日對。咁一年嘅客家菜作新盤係乜嘅？客家小炒也是按用量，還有沒有哦，有 Q 肉我也會做，哦有肉啦。 Q 肉可是按舊啦。好，我們等下過多進來哈。很期待你們哦。好，阿姨，哎，哎呦，唐公你體積擺類都一家自主哦。哎，切一半，切一半，阿碧和姐兩個拿手菜係乜嘅？係蚵仔煎，係哦客家蚵仔煎，你就會拿嚟拿手菜。係啊，係啊，空肉啦，你先唔做啊？你哋下切仔架。哦，魔鬼應該他對新奇的菜色會這麼有高度興趣，因為你還是在啊。我慢慢的。那個一個禮拜哈有2-3名啊，就是在哦，像魔鬼嘅皮膚很好，係哦，係啊，第一次聽到難誇張啊！真嘅皮膚都好。我的楷模啊。莉莉姐你的皮膚也很好，而且很白呢。我成日睇咩廣東後兒潤堂，這個圓筒啊，這個室內圓筒。哦，對啊，那個健身房。那很好。也會跳舞，哦，都跳舞的。
舞蹈班在那个行政中心里面嘛。哦，丽丽姐今日看到我时姐喊讲哦，哎，我让爸爸妈妈穷家够交办呢，就穷他宠够呢。啊，我妈要走音吗？你爸比较好。哦，他回答了我的回答。可以。那我看到这个我很好奇，跟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你係天空哎，天空嘅原料係番茄。tomato 泰酸，還有酸，葱頭，葱頭哈，最後有薑汁，姜汁，去炒，薑滴滴的醬油。哎，等一下會蹦得歐亞正窮阿些的哈。對對對，我等下都上來了。哦。好，我們加油。哇，這邊在雕花哎。我好食咗好看，哎，然後窮用好看。安慰講法哦。今天這個是特別自己 set 的嗎？頭巾。對，這是我的標誌，我在平常啊就戴2張，很可愛。那這個tomato 的皮怎麼搞笑的安充哦？做花樣，做玫瑰花，做玫瑰花哦。是的。我覺得慧喜姐就是一個很浪漫的人。你雙魚座嗎？牡羊座。哦，最近生日哦。你現在是金牛座。剛生日啊。終於上年快樂哦。什麼案子噻？那流沙島大埔客家同鄉會俩下都做埋事情呢。Q 下蔥果。那這個科花啊，做玫瑰花咪係做同鄉會學起來嘅嘛？唔係。這個係哪位學嘅？你哪裡頭？電視上看到的。該不會是一家之主？對嘛。定了。不過這個tomato已經有先燙過的啦，哈。嘿，有燙過了。不過你的黑白鍵我要用沙杯啊，用剪的呀？沙杯，等下就順利放下去，滾了以後將丟落去。哦。丟下，你先倒落，先你滷。哇，這個配蒜頭炒哦，那個蒜苗啊。還有米藥呀。可以呀。我來煮油餃一下。你看哈，你看我讓豆腐兩片，好多料哎呦，真好。我是觀眾朋友咁多。油叫誒。油。哦，油。要油。媽咪。你們做那東西是黑媽咪哦。這2道菜啊，都係你節目當中忙碎天高的哦。這樣的藕尾剪都弄不會應該賣1000塊。煮一小藕哦。外面大家只有賣小顆的。你看哈，你看我讓豆腐兩片，好多料餃。哎呦，真好。我是觀眾朋友咁多。油。叫誒。油。哦，油。要油。媽咪。你們做那東西是黑媽咪哦。媽咪。哦。這是你們印尼自己的那種口頭禪係嗎？對，口頭禪。印尼都是叫媽咪。哎，媽咪。媽咪是媽媽。啊。哦。因為要求救的時候都媽媽。哎，媽咪。哎，媽咪都冇喊呢。學習了，就像我們他有沒有阿妹哦呀？他沒有愛啦。他沒有愛。爸爸好像都沒事一樣。對啊，好像沒有阿爸哦。哎麼？這個是什麼？這是蝦。妹，我們就要魚露。妹。台灣也是，他剛剛講妹。妹。五月。魚露啦，提供它魚露的一種哦，應該是魚露。國謙最愛啊。哎，魚露其實凍香哦，凍咱啊該凍到的是。可以弄掉一點。菜都有表。哎，魚露。魚露佢自家是會酸鹹鹹嘛吼。鹹。好像醬油。像醬油。不過在印尼會去卡布卡州魚露嗎？唔會。凍肥貢。唔會。你就聽聽那種，哎，你過嚟看一下。好啊。我以為他揪什麼事情。哇，偶爾變落去了。哎，變落去了。我有疑問，我買這副卡會先用麵粉洗嗎？哦，我冇誒。凍氣啊。哎，我冇用麵粉洗，我就要用水沖一下，這樣子養。哦，不用養。嗯。這樣的藕尾剪都弄不會應該賣1000塊。
水小爱哦。外面大家只有卖小颗的，来体这白看到因又因用蚵来做个煎个饼。对，它不用蛋来充当面筋。对，其实蛋也很好啦，对，只是我要跟那个一般的蚵仔煎有分别，有分别。啊，等一下鸡怎么该不会定型哦？腌起来，不是不营养。哎，不是，不要太，它只是不要太黏炒一炒这样。不过重点哦，蚵仔煎有种重要就是它的酱料，炒。对，灵魂酱料。对，它我不会是唔多食物灵魂是这个。嗯，我有放辣椒，我刚刚忘了。哦，我最爱吃辣椒。小辣妹，小辣老太婆了。小辣妹，哎，不用。你那个不用辣椒。好，辣椒是食物的灵魂。嗯。没辣椒就好像没味道。太平淡。对，可以了，可以。一点点就好。好，那么等一下上菜品尝了哈。好，煮上一下，听听那了。哇，这很适合煮酸辣汤哎。炒，差不多有木米啊、卵啊。其实很酸辣汤。你们刚刚有拉勾芡对不对？有一点点。这通水系嘛该梅啊？梅鱼露啊。鱼露而已嘛，只有咸咸的，还是你们有加其他的？有一点点味淋。哦，ham甜。好，那我们先去倒数哦。好。天草马上来倒算，10、9、8、7、6、5、4、3、2、1，时间到，马上出来试试看那最杯米馆哪一部开米是较沾到咯。哇，好，先问对方一个掌声。耶！杨春就是很厉害哦。我们现在先来小尝试一下，好，小尝一下哈。风吹线喽。好，先来吃吃看那里风吹耶。我们这是黑白交响曲，对，上到爸爸的米头。你看纤维是雾色改。嗯。哇，冻发嫩呢。好滑润，哎，它跟鱼露配合很好哎。嘟嘟吼，哎，它那个腊肉是不是？对，做都懂后色。这是印尼口味吗？湖南口味，很好吃。腊肉是湖南的。两位姐姐吃用用吧。香香，腊肉很香，特别很嫩，腊肉很香。你就咖喱腊肉炒嘞。对，好，哇，接下来补一下心。嘿，客家蚵仔煎。好，七彩的哈。七彩的。哇，连蚵仔很香呢，很新鲜。然后它这个酱也很棒，冻起片。而且碧和老师，你这里有不用一些辣椒会它体咪？对，黑抹辣椒就差点，差点的，真的是灵魂呢。灵魂。黑哥有一点你老是偶尔会养这种养个米头味吧，加一点辣椒下去，它就卡住的盖掉那个味道。韩国因为酱味啊，这种还有酱啊，都甜甜的，辣甜也很下饭。没错。两位觉得如何？好些，好吃。这两道菜啊，都很你节目当中芒色炊天各位哦。毛体接白，很厉害。蚵仔煎也是第一次啊，我们没有加蛋跟片栗粉。这个酱面是独一无二。对。黑白交响曲是第一次，非常的有创意，等于深度。好，唔过三下来呢，师傅就来送脑筋呢，来请师傅评分咯。紧张的直接都带师傅我用来评分呢。先请两位师傅哦，先来给风吹的分数。4分加上这分就系5分。好，沙底下来看一下蓝吹得到几多分？哇，2分！哇，势均力敌哦。那等于两组都会踢秒喽。先来谈一下师傅讲。凉水煮来都米丝拢当铁拍，我做风吹也个海摆要做安尼料理，我一下色我想讲个面我无米丝，贵在也个腊肉有咸咸，咸咸去搭配个个面，吃豆猪有一点点的高咸稀稀的啦。只是说给安尼搭配也是组合没当好的组合啦，所以讲你的头脑 idea 没以后啦，用阿凤给主方个豆腐那么黑白配，哎，
懂厉害的头脑的啦哈。啊，你那个蚵仔煎啊哈，我吃到客家人亲像动手用菜椒，客家人家是用赤盐菜啦。伊今日是用赤盐菜过番茄，因为我看那个酱汁迄没有番茄。那酱汁迄来调皮一下用赤盐菜，因为赤盐菜去压配上。鲜它香，对，哇，这样很想吃炸鱿鱼。所以一滴滴的小误差的啦，不过凉水煮来就当好食。好，来谈看一下阿吉师傅的建议。哦，风推料片呢，几个提督该酱汁啊，那个味道我觉得很喜欢，因为它本身有带一点酸跟味道嘛，哦，让人很开胃。但是我觉得做点老料该用该食材呢，不可以切开细的，切丁的感觉，然后有点像那种麻婆豆腐的感觉，淋在面上面呢，哦，几个酸啊、甜啊，然后整个老料跟面拌在一起吃呢，我觉得味道会再更提升一些。腊肉没做得切丁，做得。啊，唔过根本那个味道冻好了哦。谢谢老师。好，但不料片呢，哦，就像师傅讲嘅，做啲老料嘅赤盐茶吧，而家味道會更提升藝術咧。而家中料整體凍好些，又辣又酸又甜，青葱嘅西式裡面嘅番茄肉醬，搭配什麼像麵啊、飯啊，都凍好些咯。兩區都得到評審呢，凍好嘅評價。哎呀哈，比賽成績咪出來咯，馬上出來頒獎嘞！用歡喜嘞！恭喜兩區，這是你兩區呢應該是第一次，兩區裡面第一次的是兩組呢都是得到第一名，都可以大票面，對，恭喜！好，先來恭喜鳳翠得到1500元的假菜券，恭喜哦！恭喜！好，大家好嘞，強壯們，恭喜藍翠得到係2500塊嘅假菜券，恭喜！其實哦，假菜金呢，對他們來說呢，都不是重點，最重要是這個完美的回憶。就像我們麗麗姐之前的勾勾，還有哇，在歌謠班、在舞蹈班，大家都認識。對啊。那我們來聽聽看兩位第一擺來嘛，哈。先對你桂英姐老太家分享一下兩擺參加的心得。大家好，第一擺來節目，真歡喜，又按好搞，希望下擺還有機會再煮別的菜。冇問題啊，你上來就做得來哦。好，謝謝，大家。那慧熙姐老太家講一下這次參加心得。很歡喜，懂歡喜，很歡喜，主持人很漂亮，很在偷告白呢哦，帥，什麼？我真的很謝謝他們來，又帶來這個印尼的娘惹刀給我們吃，這樣子。你特別喊真金唔識食過哦，真的感謝你們。哎呀，好，大家下來哦，我問一下哈，來到嚟第二擺參加過很許多個東河高的麗麗姐，你怎麼會想說再次參加呢？青河高呀，兩位主持人，明珠又這麼漂亮，這位叫伯謙，伯謙呢更帥，所以就再一次邀請我的這個小阿姨來，然後一起覺得非常高興。坦白了時間咯，帶來冇強壯了，我們再來一個第3次之約。好，期待哦。小阿姨，今日來嚟了哈，感覺很新鮮，讓你偶爾強壯新鮮。一樣新鮮。好，按高興，按歡喜。哎呀，歡喜身體長得好，對，那麼請你按用強壯醬。哦，哎呀，希望冇人講係醬膏哎，怎麼會？第一次哎。冇，那一定是他們太不會做人。以人美心不會做人。嘿呀，希望還沒看到你的時間喊下醬哦。哦，好，我下次再來，再化妝漂亮啲的。好，期待哦。多謝。陳夢 CV 講你姐姐哦，兩擺呢 TVB 來到我哋節目當中分享自家，不管係爸爸層下來料理，你係講呢也個對特產人都當好嘅健康的飲食概念啊。係啊，記得都係來自大埔客家同鄉會好朋友，記得所以也未分享所有好朋友，假使你係來自各種嘅單位都分享大家共下來報名參加哦。一家之主帶你去下來一道畢業，到那年咯，下禮拜再見，拜拜，講對了。